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国军的武器竟然互人偷摕去卖，检方即嘛是查到一个乌道的军火库，内底除了防毒的这个面罩以外，也阁有防空武器，怀疑这些物件拢是来自龟山的陆战队。昨甲5个被告带转来问话，其中有一个情报官甲一个士官长，等等总共是4个人，即嘛已经互人升压。靶弹发射。国军官兵以气舰飞弹锁定标准，精准拍到的时阵，会当看到空中爆炸有火。军方今年7月才做新疆操演，甲是大射击演训，展现国军精准打击的火力。即马逼出海军陆战队陆里偷卖军用品的案件，上届先进的气舰飞弹发射筒，那像是流出去，传出是有军事官涉案。昨日23日上午，指挥司法警察搜索13处。那通知被告5人及证人一名到本署说明。根据了解，检调顶一日查到一个乌社会军火库，发现有真侪新型现役的军用品。检调透过清查了后，发现这批军用品的批号，那就是为龟山陆战队陆里流出来的。经过调查了后，发现一个上尉情报官、一个士官长甲2个中士有真大嫌疑。讯后就其中被告1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，那其余的被告4名的部分，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。地检署表示，经过检察官去13个所在搜证，通知5个被告一个证人到案。2时翻点过了后，被告内底一个是10万块交保，另外4个军士兵去用升压。后续会扩大调查，敢也有军方的人员涉案。也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，经过查证，确实有98年一个相连装气舰飞弹射击了后的发射筒，会配合调查厘清相关涉法的人员会检讨甲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